以免犯盗领啊、伪造文书罪啊。谁呀、谁会认为自己要死了？谁知道自己要死了？谁愿意？觉得还活得好好的时候要随意眼呢？这法律跟人情冲突的地方啊，要事先授权，万一发生什么事情，可以拿他的印章去领钱出来办事情，不然从断气那个时候开始算，那个财产都是家属共有的嘞。办丧事也要先领自己的出来垫，然后等法律处理完了再领到自己的份的钱。